肺气通于鼻，鼻合则之臭香矣；肝气通于目，目合则之白黑矣；脾气通于口，口合则之苦味矣；心气通于舌，舌合则之无味矣；肾气通于耳，耳合则闻五音矣。五藏不和，则九窍不通；六腑不和，则流胃壅也。T.G. 逗号。应该是五脏的脏是通那个肝脏、心脏那个脏，那个是假借字。六腑腑是左边有个肉字旁，不是月哦，是肉字旁。《史记》卷105啊哈，扁鹊仓公列传，扁鹊仓公列传。